现代台语版圣经士师记第8章。以法莲人对基甸讲：“你去甲米甸人交战，若无救阮，你若安尼对待阮。”因就强烈指责基甸。基甸对因讲：“我所做，甲恁袂比得。”以法莲捡剩落来的葡萄，减无比阮阿比以谢族的人收成的葡萄较好。上帝已经将米甸两个领袖俄立甲西伊伯交伫恁的手，我所做，甲恁减会比得。既然讲这话了后，因就无阁受气。基甸甲缀伊的300人过约旦河，虽然真忝，毋过还继续追入。基甸对苏格人讲：“请恁摕一碗饼，互缀我的军兵，因为因真野善，我嘛得追入米甸两个王西巴甲撒摩那。”苏格遐个领袖应讲：“你都还未掠着西巴甲撒摩那，阮哪着用饼互你的军队？”基甸讲：“上主互我掠着西巴甲撒摩那了后，我就要用旷野的刺皮甲藤条甲恁说。”伊对遐去到比罗伊勒，嘛对因提出相款的要求。比罗伊勒人嘛用甲苏格人共款的话应伊。伊对比罗伊勒人讲：“我平安倒来的时，我要拆这个城楼。”迄时西巴甲撒摩那以及因的军队拢伫加国，大约有15000人。拢是东平的部族剩落来的军兵，因亚倒的战士已经死12万人。基甸对拿巴甲约比合东平，顺相对的路上去，趁米甸的军队无咧警觉的时，甲因突击。西巴甲撒摩那这两个王逃走，基甸追入因，掠着因，因的军队败退四散。约阿斯的囝基甸对战场顺希勒斯的山坪倒来的时，掠着一个苏格的少年人，甲伊查问，伊就将苏格77个领袖甲长老的名写出来交互基甸。基甸到苏格对遐个人讲：“恁以前甲我踢笑讲，你都还未掠着西巴甲撒摩那，阮哪着用饼互恁野善的军兵？呾恁看，西巴甲撒摩那伫遮。”伊就掠城内的长老，用旷野的刺皮甲藤条教示苏格人，搁拆比罗伊勒的城楼，杀死城内的人。基甸问西巴甲撒摩那讲：“恁伫塔博山台的人生做甚物款？”因应讲：“亲像你，逐个人看起来拢亲像王子。”基甸讲：“因是我同母的兄弟，我记永活的上帝咒詛，恁若无留因的性命，我就袂杀恁。”伊就甲伊的大囝一帖讲，甲因杀死。毋过一帖惊，毋敢背倒，因为伊还少年。西巴甲撒摩那甲基甸讲：“你家己动手，你才有够力。”
基甸就起来杀死西巴甲撒摩那，将因的骆驼、颔棍、月摆形的砖塔摕去。以色列人对基甸讲：你已经救阮脱离米甸人，请你甲你的囝、你的孙通知阮。基甸讲：我无要通知恁，我的囝嘛无要通知恁，只有上主才是恁的通知者。基甸阁对因讲：我有一项要求，请恁逐个人将抢到的鱼权互我。因会对着以实玛利人有即款金的鱼权。因讲：阮真欢喜互你。因就出一领外衫，逐个人将抢来的鱼权ฮ็伫迄顶面。人民互基甸的金鱼权大约20公斤，以外阁有米甸王月摆形的砖塔、鱼队、紫色的外袍，甲骆驼颔棍的链仔。基甸用这个金仔制作一个以弗得，下伫伊的本城俄弗拉。后来以色列人拢去遐拜迄个以弗得陪伴上帝。这代志诚做基甸甲伊全家的落望。安尼，米甸人受以色列人制服，无力通过反抗。伫基甸活第一日，迄个地区太平40年。约阿斯的囝基甸倒去住伫伊家己的厝。基甸娶真侪某，有生70个囝。伊伫示剑的岁仪嘛，家己生一个囝，家己号名叫做阿比米勒。约阿斯的囝基甸年老，岁受罪就死，人家伊安葬伫阿比以谢族的俄弗拉，伊老爸约阿斯的墓。基甸死了后，以色列人陪伴上帝去拜巴勒，用巴勒比利土做因的神明。以色列人袂记得解救因脱离四位对立的上主，因的上帝，嘛无因为耶路巴勒就是基甸为着以色列人做的好事，好款待伊的家庭。